我聽完呢個故事之後，第一個感覺唔係覺得可惜，係覺得好真實。因為好多關係分開唔係因為一件轟烈嘅大事，亦都唔係突然話唔愛啊，唔係話第三者。有好多時候只係兩個人講住同一句為咗將來，但係心入邊講緊嘅將來係完全唔同嘅。女方本身係公立醫院物理治療師，畢業之後佢就入行啦，一做就做咗好多年。佢好專業，有能力，亦都有責任。但係工作多年之後，佢覺得自己越嚟越攰，越嚟越被消耗嘅感覺。病人越嚟越多，時間越嚟越緊迫，每日都好似用緊體力同情緒去死撐。女方唔係一個浪漫嘅移民派嚟嘅，佢見到身邊個個人移民就突然想走，佢唔係嗰一種，佢係好實際嘅。佢會計一啲移民嘅支出啦，會研究專業嘅要求啦，會睇屋啦、交通啦、稅啦、超市嘅價錢啦。佢係一步一步咁有計劃地部署嘅。對佢嚟講，去英國唔係逃避香港，而係佢話想建立一個新嘅自己，一個唔需要每日捱落去，而係可以慢慢向前嘅生活嘅人。至於男方就唔同啦，男方做 trading 嘅，佢平時日日都要對住電腦 scan 下呢樣嗰樣，睇下個市場走勢啊，點樣做買賣啊。表面上呢份工咧好自由嘅，有電腦有網絡，理論上喺邊度做都得。所以女方就覺得男方其實係應該最容易移民嗰個嚟嘅，又唔使重新考牌，又唔使重新揾公司，又唔使由零開始打入一個陌生嘅職場入邊。但係問題就喺呢度啦，工作可以搬走，生活唔一定可以。男方其實一開始都唔想走，但係佢唔係反對女方喎，佢淨係放唔低香港，放唔低屋企人，放唔低朋友，放唔低飲茶，放唔低宵夜，放唔低茶餐廳，放唔低熟悉嘅街道。一落街就有人講廣東話，一個訊息就可以約到朋友食飯。呢啲聽落好似好細，但係對於一個人嚟講，可以話係全部嘅生活。男方諗咗幾個月啦，到最後佢都係答應咗。佢知道女方好想走，亦知道女方已經準備咗好耐。對女方嚟講，英國唔係一個地方，係一個可以重新發展自己嘅方向嘅地方嚟嘅。所以男方到最後講咗一句：好啊，我哋試下。但其實呢個好其實有兩個意思，女方係聽得到嘅。我哋一齊選擇呢條路，男方心入邊講緊嘅係我唔想你失望，所以我陪你。呢個差別一開始唔覺嘅，但係婚姻入面有好多裂縫就係咁樣開始，唔係一刀切開，係一個有少少唔對路，但係大家冇講出嚟嘅。但係呢一個好其實有兩個意思，女方聽到嘅係我哋一齊選擇呢一條路啊，男方心入邊講緊嘅係我唔想你失望，所以我陪你。呢一個差別一開始係唔覺嘅，但係婚姻入邊有好多裂縫就係咁開始，唔係一刀咁樣切開，而係一個開始有少少唔對路，但係大家都冇講出嚟。去到英國初期，兩個人都好忙，新地方、新屋、新生活，行李箱都未執好，屋企都仲未開晒嗰啲紙箱，床褥又未買啱，所有餐具一樣一樣咁樣添置。開頭雙方其實都有一種重新開始嘅興奮嘅，連行個超市都覺得輕鬆，覺得新鮮。落到街行一轉，好似覺得去旅行咁樣，見到海闊天空，覺得呢一刻人生係一個新嘅開始。女方開始安排工作啦，適應醫院嘅制度，開始慢慢咁熟習緊新嘅流程，重新建立緊自己嘅專業身份。佢知道每一日嘅辛苦背後都向緊一個方向。就算講英文講到頭好攰，就算個制度有幾唔熟，就算要點樣重新去證明自己，佢都覺得呢一條路自己揀啱咗，所以辛苦得來依然堅持，有能力去繼續去行。而男方每日繼續喺屋企做 trading， 表面睇好似好舒服，唔使出門，唔使返 office， 唔使同英國嘅同事打交道。但係日子好快就變得好單調，朝早起身開住電腦睇個 screen 睇數字睇緊啲走勢，依然係咁樣。午餐隨便食下啲嘢啦，有時係三文治，亦都有時係微波爐叮翻熱嘅嘢，有時係一啲唔啱口味嘅食物。
咁啊，下晝繼續去睇盤啦。晚上等到女方返嚟屋企，聽落好普通，但係問題係佢日頭對住部電腦，真正等嘅其實係女方佢太太放工嗰一下。咁女方返到屋企，當然亦都好攰啦。佢喺醫院講咗成日英文，見咗好多病人。佢返到屋企淨係想沖涼、食飯、坐低，但係男方喺屋企等咗一日。佢等嘅唔係一個晚餐，係一啲啲生活嘅感覺。係我今日終於可以同人講廣東話嘅感覺。佢想同佢嘅太太講，今日好悶啊，想講到呢一度好靜，想講到自己慢慢好似喺呢個地方入邊消失咁樣。但係女方冇力接佢嘅情緒啊，因為佢都好攰。慢慢男方開始抱怨啊，天氣灰，食物唔啱味，夜晚太靜啦，又約唔到朋友，想飲茶食宵夜乜都冇。香港呢個時間樓下乜嘢都有，香港一個電話朋友已經可以出嚟。香港就算幾逼再嘈再攰都似一個生活啦。呢啲說話一開始可能真係會呻下咁樣，但喺女方嘅耳仔入邊，其實佢第二個意思嚟嘅。佢聽到嘅唔係我唔適應，而係你帶錯我嚟地方，你害咗我咯。女方開始覺得屈就，因為佢自己都辛苦，佢唔係嚟英國享受嘅，佢都要返工，都係俾病人、工作、語言壓力逼住咁樣走。佢只係覺得點解男方淨係睇到自己失去咗啲咩，睇唔到自己嘅努力，睇唔到大家嘅建立緊啲咩咩？但係男方都有委屈，佢都覺得自己唔係懶啊，唔係唔努力喎，佢工作依然喺度，收入依然喺度，但係成個生活重心好似冇咗。佢唔係工作失敗，佢係生活失重啊！一個人最難受，有時候唔係冇嘢做，係有嘢做但係冇生活。好多婚姻嘅裂痕唔係來自一件大事，而係一次一次咁樣好細嘅失望。一餐飯約唔到啦，一個週末冇力出街，一句被抱怨變成責怪，一個情緒冇被接住。每一件事情都好細，細到如果你當日拎翻出嚟講，你自己都會覺得小題大做，但係累積到最後，其實係會變成一個好嚴重嘅問題。你有冇真係見到我？有一日，男方訂咗一間港式餐廳，佢想同女方一齊去，想揾翻一種熟悉生活嘅味道，一杯熱奶茶，幾碟點心。但係女方嗰日啱啱醫院要 OT， 最後都嚟唔到。男方一個人坐喺餐廳入邊，奶茶由熱變凍，佢望住對面個空位，突然覺得自己等嘅唔係一餐飯，係等女方同佢一齊翻去某一種熟悉生活嘅感覺。但係女方已經俾新嘅生活拉住咗，佢唔係想唔嚟啊，但佢真係嚟唔到。婚姻入面最傷人嘅，有時唔係惡意，係兩個人都冇錯，但係就接唔住對方。之後男方開始提出翻香港，一開始都係輕輕咁樣講下啦，不如我哋翻香港一排啊，不如我哋翻去探下屋企人，喂，或者我哋翻去唞一唞可能會好啲呢。但係女方其實聽得出呢一個背後有另一個意思。佢覺得男方嘅心已經想返香港，對男方嚟講，回港唔係逃避，佢係想揾翻自己，揾翻一個正常、熟悉、可以呼吸嘅生活。佢覺得自己再留喺英國，只會越嚟越唔似自己，會越嚟越憎呢個地方，甚至會埋怨女方。但係對女方嚟講，男方唔係返香港，係放棄英國，放棄共同嘅計劃，甚至可能放棄呢一段婚姻。兩個人就卡咗喺呢一度。一個覺得我再唔走會冇咗我自己，另一個覺得你一走我哋就散啦。後來男方買咗返香港嘅機票，佢唔係刻意想隱瞞，佢只係未諗好點樣講。但係到最後，女方見到呢一張機票嗰一下，對女方嚟講最痛嘅唔係佢想走，係原來佢已經決定咗，而自己係最後一個知道。佢覺得被背叛，因為以為兩個人喺度商量緊嘅時候，原來男方已經準備咗走啦。男方亦都痛苦，因為佢覺得自己唔想傷害女方，佢只係真係頂唔住。呢一個位好殘忍。一個人覺得自己只係想揾翻自己，另外一個人覺得自己被拋棄，兩件事原來係可以同時成立。男方開始執拾行李，女方冇阻止，唔係因為佢唔在乎，係因為佢明白一個人心已經翻咗去，
係留唔住嘅。佢人喺英國，喺心入邊早就返咗香港啦。離開嗰一日，兩個人一齊去機場，一路上都好安靜。車窗外面個天氣係灰色嘅，旁邊有人拖住行李，有人好興奮，有人講飛機，有人準備去旅行。但係佢哋兩個好似係送走緊一段人生咁樣。去到機場，男方想講啲嘢，但係又唔知講啲咩。講對唔住，又冇對唔住對方喎。講我會返嚟，又未必係真。講你保重，又好似太過結尾咁。所以去到最後，佢哋淨係講咗好普通嘅幾句說話。到咗話我知啊，你自己小心啲。屋企啲嘢我遲啲會再執噶啦，就係咁。好多真正嘅告別唔係大喊大叫，係兩個人明明知道有啲嘢變咗，但口中只能夠講最普通嘅說話。有啲緣分唔係突然之間斷，係兩個人一路行，一路慢慢咁行唔同嘅方向。男方返到香港之後，初初真係鬆咗一口氣嘅。熟悉嘅街道，熟悉嘅廣東話，熟悉嘅食物，朋友一叫就出，可以飲茶，可以宵夜，可以落街買到自己想食嘅嘢。嗰一刻佢覺得自己終於返嚟啦，唔再係地理上嘅返嚟，係成個人終於返嚟啦。但係過咗一段時間之後，另一種感覺又慢慢浮現出嚟啦。佢係返到香港，但係佢最想分享生活嗰個人已經唔喺身邊啦。以前喺英國，佢掛住香港，返到香港之後，佢又開始掛住某一個英國嘅晚上，掛住女方返工返到好攰，坐喺張梳化度唔想喐，掛住兩個人一齊研究超市邊一樣嘢平。人有時就係咁矛盾嘅啦。你以為自己最想返去一個嘅地方，返到去先發現自己真正掛住嘅可能係一個曾經同你一齊生活嘅人。男方走咗之後，屋企變得好靜。以前返到屋企，男方可能會抱怨，可能會問食咩啊，可能會話英國好悶啊。嗰陣佢覺得攰，但當然呢啲聲音冇晒之後，屋企嘅靜反而放大咗。佢都會懷疑，如果當初冇 push 佢一齊走，會唔會唔同呢？如果早啲聽到佢嘅辛苦，會唔會唔同啊？如果自己唔係咁堅持，婚姻會唔會保得住？但係慢慢佢又明白到一件事。佢唔係俾英國留低咗，佢真係想留低，唔係為咗證明移民一定啱，亦都唔係為咗同男方鬥氣，而係喺英國佢見到自己另外一個人生，一個可以用自己專業重新站起來嘅人生。兩個人之後都試過維持咁樣 keep 住聯絡噶，視像通話、訊息、節日問候、講近況，但係距離已經唔止係香港同英國。而係兩個人每日醒來面對嘅世界已經完全唔同咗。男方講香港邊度新開咗啲嘢食，好好食啊咁樣。女方講醫院今日有幾忙。男方又講同朋友約咗食宵夜啊，點點點。女方講下星期日要去買生活用品，唔係冇話題，係話題開始冇交集。以前兩個人同一間屋，即使唔使講咁多嘢，都有共同嘅生活。而家兩個人隔住時間時差咁樣去溝通，即使有好多嘢講，都好似越講越遠咁樣。有時候放手唔係因為唔珍惜，係你終於明白到再捉緊只會令到大家更加痛。最後兩個人都係決定離婚，唔係因為唔愛，而係走到呢一步，大家都終於明白，再勉強對方拉返自己喺自己身邊，只會令到大家更加辛苦。我睇完呢個故事之後，最深嘅感受係婚姻最難面對嘅從來唔係距離。英國同香港有距離，時差有距離，但係呢啲距離至少買張機票，至少都計到時間啦。但係真正難嘅係兩個人對家嘅定義開始唔同咗啦。對女方嚟講，家可能係一個新嘅地方，一個可以重新建立自己嘅地方，一個雖然陌生但慢慢有未來嘅地方。但係對男方嚟講，家係熟悉嘅，係語言，係熟悉嘅街道，係隨時可以約到人。兩個人都冇錯，但係兩個人想要嘅家已經唔係同一個地方啦。唔係到底留英啱定係返港啱，亦都唔係講緊比較自私，比較緊邊個付出多，而係當兩個人為咗我哋將來嘅時候，嗰個我哋係咪真係包括緊兩個人？
婚姻最怕嘅未必係嗌交，有時反而係一個推一個讓。推嗰個以為自己帶緊大家向前行，讓嗰個以為自己喺度維持緊呢一段關係，但係佢到最後，兩個人都覺得自己付出咗，亦都覺得自己犧牲冇俾人睇得到。